今日我從台南出發，喺台南轉運站坐巴士前往台中。我哋嚟到台南轉運站啊！今日呢，我會由台南坐巴士去到台中嘅，咁大概呢，車程係2個鐘頭嘅。首先呢，你就要坐車嚟到台南轉運站，落到嚟呢，按住指示呢，你就可以去到售票處啦。呢度有售票處啦，同埋呢個呢旅遊服務台櫃台，你就可以問翻佢呢究竟坐咩車啦。最主要原因呢，係今日開箱嘅台中福華酒店就係位於台中嘅中港轉運站隔離。我呢亦都想記錄一下喺台灣坐長途巴士嘅情況啊。首先就係買飛啦，可以到櫃位查詢自己需要嘅班次。如果你帶咗大件嘅行李呢，係有足夠嘅空間你可以放喺車底嘅。另外我帶咗個攝影包呢，就帶埋上車。座位啊相當闊落㗎，我就最中意佢嘅大窗啦。沿途呢，除咗可以睇風景、影片或者影相記錄之外呢，我都有瞌咗一陣嘅。今次我從台南出發到台中，車程大概2個鐘頭。我預計呢中午就會抵達台中㗎啦。車費係250蚊新台幣。嚟個簡單嘅比較啊！如果坐高鐵去呢，車程38分鐘，車費650蚊；如果係坐台鐵嘅話呢，車程係46分鐘，車費就要363蚊啦。雖然坐巴士去呢要2個鐘，但係酒店呢就喺巴士站嘅隔離，唔使喺車站上落，又唔使轉的士前往喎，其實幾方便㗎。而且呢仲可以喺巴士上面休息一陣，閉目養神就到㗎啦。真係話咁快就會到台中㗎啦！落咗車之後呢，你仲可以接駁去其他地方嘅，譬如呢再坐 BRT 去台中市區都相當之方便㗎。今日我要入住嘅台中福華酒店就喺車站嘅正對面馬路，比我想象中更加方便啦。下次去到其他唔同嘅台灣城市呢，我諗我都會考慮下坐巴士啊。今次呢，我就係坐11點幾嘅車嘅，去到再休息一陣呢，啱啱好就可以辦理入住手續啦。踏入大堂有藝術展覽啊！放眼過去嘅感覺呢，十分溫馨時尚。我哋嘅房間呢係位於10樓嘅，行出電梯呢個挑高嘅中庭設計相當之特別啊！原來呢就係仿造咗古代嘅天井，抬頭啊仲有圓月嘅象徵啊！話時話啦，呢個設計相當之有特色嘅，天井呢有8.4米咁高啊，採咗江南徽派建築嘅風格，更加有隔窗、美人靠等嘅元素。正所謂青磚小瓦馬頭牆，回廊掛落花格窗，真係好有 feel 啊！一齊嚟開箱今日入住嘅精緻家庭房啊！今日開箱嘅係4人房啊！一入到嚟呢，睇咗個睡床先，哇，非常之寬敞啊！4個人，2張大床，呢邊有電視機，望一望先，係啦。首先睇下呢個燈嘅造型呢。故色故香，係咪好有中國風呢？睇落去呢，應該係瑞雲祥雲嘅設計嚟嘅，亦都係呢個福華集團嘅一個 logo 嘅標誌啊，非常之有中國特色啊！跟住對落呢，下面呢就有萬用嘅插座啊，非常之方便嘅。跟住呢度開關燈掣啦、電啦，同埋呢讀書燈都可以喺度嘅。下面仲有紙巾嘅，上返嚟睇啦。
啦，仲有一個做特別嘅裝置咧，就係好多蝴蝶喺埲牆度啊，立體感十足啦，栩栩如生，令到間房啊多咗啲生氣啊，亦都唔會咁悶嘅。好啦，睇下先，過返嚟呢度睇啦，可以呢度可以擺行李啦，跟住咧望下個電視先。係喎，可以睇到同享生活喎，佢可以咧直接收睇 YouTube、Netflix 等等嘅。跟住一路睇到咧，我哋睇到啦。首先呢邊咧就係一個木製嘅台啊，呢個都係福華酒店嘅特色嚟㗎，係中國傳統嗰啲木頭嘅設計嚟㗎。另外一個咧，就係一個好長嘅貴妃椅嘅台啊，貴妃椅嘅凳啊，跟住仲有燈啦，回頭睇下呢邊望過去咧，你就感受得到咧間房其實非常之寬敞嘅。房間面積484平方尺，房價係5030蚊新台幣，大概等於港幣1192蚊。最多咧可以入住4位大人同埋1位0至3歲嘅小朋友。而呢個價格咧係包括咗早餐同埋享用全館嘅設施，好似3溫暖、健身房等等。拉開窗簾，仲可以睇到美麗嘅日落啊！另一邊呢，就係衣櫃，放咗鞋刷、風筒，都有保險箱同埋浴室綁嘅。呢一邊呢，就係放咗啲小食，好似有洋葱圈、野菜餅等等。下面呢，就有咖啡包同埋茶包。再拉開下一層呢，就有水壺嘅，方便你去到走廊斟水。呢個呢，都係福華酒店環保嘅設施之一嚟㗎。而雪櫃裏面呢，仲有幾罐飲品，都係免費㗎。開呢個大門，好靚嘅浴室啊！又係見到中國特色圖案嘅燈啊，非常之靚啊！呢個燈，一大片嘅鏡啦，有洗手液啦、紙巾啦、毛巾啦、杯啦。咁當然啦，佢係支持環保嘅酒店。如果你需要用嗰啲用完即棄一次性嗰啲牙膏牙刷咧，就可以去到大堂嗰度自願咁捐錢購買啦。跟住呢一邊咧，就係一個洗手間嘅獨立嘅免治馬桶。再嚟呢邊，就係咧浴缸啦。呢度係沖涼房嚟嘅浴缸，隔籬呢度咧就可以淋浴區嘅。係啦。今日咧，我哋仲喺度食創意料理啊，相當之好味啊！呢個式子牛菲力咧，即係我哋講嘅牛柳啊。顧名思義咧，就係成隻牛最嫩嘅部分，擁有油脂少、肉嫩嘅特色。每隻牛啊，淨係能夠生產4至6磅嘅肉，十分之矜貴嘅。呢個牛柳粒咧，汁多味美，又有口感喎。配上脆口嘅法包，一啖肉一啖包，非常之好味啊！那直接為您淋上去做個炙燒，
那这边的话，首先是让那个猪脚的部分上面的皮更酥脆，然后把它的猪油给逼出来。那另外也是将里面的香料，像是迷迭香跟酒香的部分灌到猪脚里面。那我这边的话，就先为各位做炙烧了，稍等我一下。跟住落嚟呢個係招牌菜嚟㗎，亦都係打卡嘅菜式。豬手咧烤至外皮非常之鬆脆，上台之前咧加上白蘭地再點火，用眼睛啊先食一次啊！那另外在后面剩下余火的部分的话，我会让它盖住，让它慢慢的将火给熄灭掉，然后让里面的烟熏味，然后慢慢的注入到肉皮里面。waiter 咧梗係即席咧幫我哋分切嘅，外皮鬆脆，肉質好 Q 彈嘅，再搭配蜂蜜芥末醬汁，帶出咗味道嘅層次感啊！最後咧夾上佢特製嘅德國酸菜，可以解除咗啲油膩，完美咁呈現咗呢個德國豬手嘅味道啊！切一下嘛，好啊，好啊，好。那像這個剛剛有燒過的大蒜啊，這邊也是非常的香，都可以一起使用一下。馬賽魚湯咧係法國普羅旺斯地區一種傳統嘅魚湯啊，一定咧會有番茄同埋白身嘅魚肉嘅。因為一倒下去，整個海鮮嘅味就衝起來了，令到魚嘅油脂同埋膠質咧乳化，係馬賽魚湯口感豐富嘅小秘密嚟㗎。今日飲個湯啊，唔單止係魚湯啊，仲係海鮮湯嚟㗎，更加入咗其他海鮮嘅配料啊，好似蝦啦、魷魚啊等等，味道啊更加鮮甜豐富啊！呢度除咗有肉食之外咧，亦都有素食嘅。呢一個咖喱咧，印度嘅咖喱咧係芒果製造嘅咖喱啊。咁佢搭配咗好多香料同埋芒果炮製啦。而隔離呢個咧係甘蔗雞肉，同埋咧呢個係naan啊。兩個咧都係素食嚟嘅，所以咧仲有呢個青木瓜嘅刨咗絲嘅。所以成款咧全部都係齋菜，素食人士嘅可以選擇呢一款嚟食啦。今日另一道咧係隻燒日本 A5 和牛啊！所謂嘅 A5咧係指日本食用婦協會制定嘅牛肉級別之中最高嘅級別，有細緻而豐富嘅脂肪啊！即係好多時我哋講嘅入口即化，所以咧呢個 A5 和牛啊有相當高嘅水準啊！今日我哋食呢個 A5 和牛呢，係由 waiter 咧喺我哋眼前呢即席隻燒嘅，淨係睇已經滿分啦，再聞到少少嘅焦香味啊，正啊！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at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 the sta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as we shout from the top. We're gonna be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早餐呢係採自助形式嘅，食物嘅種類呢都相當之豐富㗎，煎蛋啊、麵包啊、青竹小菜都應有盡有。我特別想介紹嘅呢係佢嘅蔬食啊，佢係以夏威夷碗 Poke Bowl 做參考嘅，強調低鹽、低油、低熱量、原形嘅食物、新鮮嘅蔬菜等等嘅。只要咧你跟住酒店嘅建議選擇咧，你都可以食得美味又健康㗎。我呢一碗咧就幾啱我口味啦，食完之後覺得自己健康咗啊！食完早餐，一齊嚟睇下酒店其他嘅設施啊！跟住嚟介紹桑拿房啊，但係喺度提大家，我呢個拍攝呢係提早向酒店申請嘅，大家唔好隨便帶相機入去拍攝啊！台中福華酒店嘅桑拿房呢，可以話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啊！中間呢係一個大浴池，一邊呢係蒸汽浴，另一邊呢就係桑拿房，旁邊呢有沐浴嘅地方嘅。我入住期間呢，使用嘅客人唔係好多啊，我自己獨享呢個設施啊，我自己就覺得幾唔錯啦。喺三溫暖出嚟嘅側邊呢，就係健身房，有跑步機、滑步機、啞鈴等等嘅設施，設備相當之齊全啊！有做開運動嘅住客呢，應該會滿意啊！最後我哋嚟介紹下佢一樓嘅豪巴，呢度呢可以選購福華酒店嘅精選禮品同埋手信嘅。特別的是像這個，它的這個包裝是用種子，你可以把這個籽稍微撕小片一點，種進去土裡面，它會長，它是雞蛋花。哦，對，它是種子，它是種子的包裝。對，這一款也是旅客蠻愛的。另外有一樣嘢可以提大家嘅，入住嗰陣如果咁啱遇上你生日嘅話呢，可以喺度換取一件生日蛋糕㗎，幾靚亦都幾好味㗎。最後我哋嚟個小總結啦，台中福華酒店呢，可以話係一間推陳出新嘅酒店啊！今次入住嘅樓層呢，啱啱改裝冇耐嘅啫，時尚之餘亦都兼具古典嘅味道，整體感覺溫馨舒服嘅，而且早晚呢都可以睇到美麗嘅台中景色啊！喺設施方面，好似桑拿、健身房咁呢，相當之整潔。特別要讚賞嘅呢係全館嘅工作人員啊，佢哋嘅服務啊，真係感受到滿滿嘅友善同埋細心啊！當然唔可以唔提嘅呢就係佢嘅食物啦。今次品嚐嘅創意料理，好似素食嘅芒果咖喱、火焰豬手等等呢，每一道呢都係留下深刻嘅印象啊！我會為咗佢呢個餐飲呢，再嚟住多次㗎。今集就介紹到呢度啦，希望大家會鍾意啦。最後記得訂閱、按讚同埋分享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